主后2025年8月29日，每日圣安宫读经。7月在人决断在地上主。圣经咱做伙来听读《撒母耳记下卷》17章第19、29节。现代台语版圣经《撒母耳记下卷》第17章。哀多弗对押沙龙讲：请准我经12000人，今暗起身，对日大笔。我趁伊夜先失志，甲伊攻击，互伊惊吓失胆，缀伊的人拢会逃走。我简单要杀死王一个人，互人民拢归顺你。你所要杀迄人以外，所有人民拢会平安。押沙龙甲以色列所有长老拢赞成即个提议。押沙龙讲：调亚基人户属来，咱嘛来听伊的意见。户属到押沙龙遐，押沙龙对伊讲：哀多弗安尼提议，咱照伊讲的去做好无？若无，你有甚物意见？户属对押沙龙讲：哀多弗即边的计策毋好。户属阁讲：你知你的老爸甲缀伊的人拢是勇士，因硬心掠狂，亲像囝互人抢去的心母。佮你的老爸是有经验的战士，一定袂甲军兵做伙休困。现在伊一定秘伫山洞，也是别个所在。若有人大声互伊杀死，听到人会讲，缀押沙龙的军兵互人杀死啦。迄时，连勇猛亲像狮的人心嘛会烧痒失胆，因为以色列人拢知你的老爸是勇士，缀伊的人嘛拢真勇敢。所以我提议，着互亲像海边的沙遐尼侪的以色列人，对单到别是巴组织来你遮，你嘛亲身带因出战。安尼，咱无论伫甚物所在，拄着伊，甲伊突击，亲像露水降落大地，互伊甲缀伊的人无留甲一个。伊若彻底入一个城，所有以色列人会带索去迄个城，甲城拖落山谷，伫遐连一块石头仔都找无。押沙龙甲所有以色列人拢讲，亚基人户属的计策比亚希多弗的较好。上主决定要破坏亚希多弗好的计策，通降灾祸互押沙龙。户属甲祭司撒督甲阿比亚他讲，哀多弗甲押沙龙甲以色列的长老出的计谋是安尼安尼，我出的计策是安尼安尼。现在恁着赶紧派人去甲大笔报告，今晚毋通踮伫旷野的渡口，一定着过河，才免王甲缀伊的人拢受遭灭。迄时，约拿单甲阿希玛斯踮伫阮罗结，毋敢入城，惊互人看到。因咧听候一个女婢对城内出来甲因通报，互因通对大鼻王报告。毋过，有一个少年人看到因，就去甲押沙龙报告。因两人赶紧走去巴互林某一个人的厝，迄个人一定有钱，因两人就落去遐觅。迄家的妇人用挂砍井口，顶面铺麦仔，代志就无漏泄。押沙龙的部下来到妇人迄间厝，问伊讲：阿希玛斯甲约拿单伫倒位？妇人讲：因过溪去啦。遐个部下去找无着，就倒去耶路撒冷。因离开了，迄两个人对正年起来，去甲大鼻王通报。因对大鼻讲：恁着起来，
赶紧过河，因为阿伊多弗有安尼计谋要害你。大比甲第二个人就起来，过约旦河到天光，无一个无过约旦河。阿伊多弗知伊的计策无受采纳，就请驴倒去伊的城，到因兜，伊甲厝内的代志交代好势，就家己吊死。人甲伊埋葬伫因老爸的墓。大比到马哈念的时，押沙龙甲第一个以色列人才过约旦河。押沙龙设立阿玛撒做元帅代替约押。阿玛撒是以色列人以特拉的囝，以特拉捌甲拿哈的查某囝艾比该同房。这个艾比该甲约押的老母示罗亚是姊妹。以色列人甲押沙龙伫基列地区战赢。大比到马哈念迄时，阿文族的拿巴人拿哈的囝索巴罗底巴人阿米利的囝马吉甲基列的罗基林人巴西来。带床铺盆、灰器、小麦、大麦、面粉、白色的五谷豆仔、红豆、白价的豆仔、蜜、油、牛奶甲羊奶做的食米，攻击大比甲第一个人。因讲军兵伫旷野一定为妖为野仙喙焦。7月在人决断在伫上主。大比的囝押沙龙谋反，一阵以色列人军队已入耶路撒冷。原认大比无事的阿伊多弗也甲因结归党。阿伊多弗向押沙龙献策，趁迄暗大比披罗亚先失志的时，发动突击，一举杀死大比，就必通彻底击垮大比的部队。押沙龙和众长老拢认为这是好主意，但是也毋敢轻举妄动，因为安尼搁找护士来向伊请益。护士是大比的好友。押沙龙叛变的时，大比劝伊转去城里做世族。迄时，护士驳斥阿伊多弗的计划，指出大比是经验丰富的战士，伊甲部下拢是能征善战的勇士，因为安尼不宜贸然对击。护士建议押沙龙调集以色列人集结大军，亲自率领上阵，必能得胜。护士回声回应，巧妙挑起押沙龙自误的心，互伊无视阿伊多弗的计谋。护士建议押沙龙静候时机，只要做足准备，必能一举歼灭大比和伊的部队。实际上，这个建议是要为大比拖延时间，互伊有机会渡到约旦河东岸，逃避押沙龙的追击。后来，押沙龙和众长老接受护士的建议。经文特别指出，上主决定要破坏阿伊多弗好的计策，通降灾祸予押沙龙。押沙龙虽然亲像大比同款容貌英俊，却无像大比遐尼有智慧，无法度分别别人出的主意是好是歹。押沙龙捌为着报小妹塔玛遭受强暴之仇，不惜杀死共爸故母的兄弟，如今为着夺取王位，搁反叛父亲。押沙龙的野心早就有迹可循。撒母耳记下卷15章讲到，伊为着赢取民心，常常一透早就
徛踮城门口的路边，拄着人有争执，求王解决，就讲你的案件合情合理，毋过王无交代人处理你的案件。可惜无人指派我做即个地的审判官。若有人有烧过着审判的案件来我遮，我会照公道判决。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政治、经济和宗教中心。城门口人流动不断，押沙龙徛踮遐挑拨离间，动机不良。今日的经文也讲到两位无记名的女子的勇敢作为。当护士甲伊按押沙龙提出的建议，讲互祭司撒督和阿比亚他听，请因赶紧派使者去向大卫通风报信的时，两位祭司的囝约拿单和阿玛斯惊予发现，毋敢入城，是一位女婢勇敢去传话。后来，两人的行踪受发现，密点一户人家的纪念，女主人就用挂甲井口嵌好，搁伫迄顶面也麦仔来瞒牵人注意。伫紧要关头，这位女子暗号阿希玛斯和约拿单，互因成功逃过追捕，搁向大卫报信，互大卫和对伊的人及时渡河，性命通得保全。今日这段经文再再印证《箴言》10章第1节所讲的：人得计划，上主得决定。默想，伫紧急的时刻，安怎做出正确决定，考验人有限的能力甲智慧。伫紧急的时刻，安怎做出正确决定，考验人有限的能力甲智慧。咱来祈祷。上帝啊，你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盾牌，也是拯救我的力量。愿你帮助我伫紧急时刻会当做出正确判断。奉主的名求，阿们。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